中國的荷包即馬是傳出這白菜有假傳的事件，引起食安的疑慮。雖然講因的白菜是要進口來台灣的，也毋過咱台灣人也是真煩惱，講這韓國來的泡菜有可能會去用到這中國的假傳白菜。因為咱食藥署是回應講，這韓國無合格的泡菜呢，其實並無入來到台灣，而且目前咱嘛已經提關邊境抽檢假傳白菜的比率。大賣場貨架頂擺真濟青笑的包心白仔甲紅仔菜，毋過煞無人買，因為受到中國假傳包心白仔引起的食安風波影響，不少人買菜時攏特別細緻。甲醛它有影響身體狀況，那當然就是要特別注意啊。對，所以就吃別的就好了。如果有這個問題，我會注意，就盡量暫時不要買。因為最近中國爆發不法業者，技術為着要甲包心白仔保存期限延長，違法使用假傳來進包心白仔的進步。另外嘛有網友質疑，產地越南的紅仔菜放佇個冰箱3禮拜攏袂歹，是毋是嘛浸過假傳，或者是對中國生產地進口入來台灣？對此是有所回應講，中國青的也是冷藏的白菜，是袂當進口入來台灣。韓國公布無合格品質產品嘛無進口入來台灣，而且為着要防止本地產品，食藥署已經提關包心白仔菜相關產品的邊境抽驗假傳的比例。甲醛它就致癌物，它是我們世界衛生組織下面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公告的一級致癌物，長期暴露到甲醛會增加血癌還有鼻咽癌的風險。自8月26日起，以調生白菜及泡菜等相關加工製品邊境抽驗比例，從現在一般抽批查驗調生至加強抽批查驗，抽驗比例為20%至50%。若紅仔菜放真久攏無爛去的問題，食藥署強調，若干那看外觀是無法度判斷食品是毋是有使用假傳，也是需要透過正式的檢驗才會當確定。若邊境發現疑慮的產品，將會要求進口的業者全面退貨也是銷毀，而且全聯、大全聯、Costco、萬家福、羅家康等大賣場攏發聲明表示，門市販賣進口菜色規矩攏通過政府的檢驗，呼籲消費者毋免驚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